大家好，我係元能光火 Ken 啊！今日嚟到呢個遙距施工嘅現場，我哋而家咧就準備將呢一條超厚加長嘅嗰個主梁準備吊運上屋頂，進行一個遙距嘅施工。咁接落嚟，我會為大家去進行一個現場嘅直播嚇。咁希望大家可以睇清楚我哋呢啲咁樣嘅專利嘅加厚超長冇中柱結構嘅主梁係點樣運送上屋頂，係點樣安裝嘅。嗱，咁通過呢個遙距嘅安裝之後咧，我哋嘅工人咧就將呢一條超長嘅加厚主梁咧就已經吊運咗我哋嘅天台，並且固定喺我哋呢個立柱上面㗎啦。嗱，大家可以睇得出嘅，其實我身後呢一條橫梁長度達到9米左右嘅，咁係冇任何嘅扭曲嘅，即係唔會墮啊。簡單啲講，咁我呢個結構係非常之穩陣嘅，因為佢裡面係做咗一個加厚嘅套芯一條超長嘅懸水鐵係套咗喺裡面嘅。並且係採用咗我哋專利一個鋁合金嘅支架系統，所以咧呢個咁樣嘅結構咧係非常之受各位嘅天台業主一路去安裝啦，一路去購買啦，咁樣都好多人去了解嘅。咁喺接落嚟嗰幾日咧，我哋就會將現場天台呢啲剩餘嘅支架啦，同埋一啲隔熱板啦、太陽能板啦，就會陸續咁樣安裝上去呢一個太陽能嘅發電系統之上㗎啦。咁我哋繼續同你播報我哋呢個工程嘅進度。大家好，嚟到安裝嘅第2日啦，咁可以見到嘅首先我哋前後嘅主梁咧，其實通過一個吊車嘅遙距安裝咧，喺第1日已經安裝完畢㗎啦。咁啱啱過去嘅一日咧，其實我哋主要係安裝呢個下沉式嘅次梁。咁呢個下沉式嘅次梁咧，我哋係採用一個方管嘅形式進行安裝嘅。咁我哋嘅方管嘅規格咧係120×50咁樣嘅規格嘅，比我哋喺市面上常見嘅玻璃屋太陽能棚架、普通嘅太陽能棚架我自己係咁佢嘅規格都係要大好多嘅。即係因為佢規格係好大，所以咧我哋呢個前後嘅跨距嘅長達5.5米咧，都係唔需要任何嘅承托嘅咁亦都可以好穩固咁樣承托將會覆蓋上去嘅隔熱板啦，同埋太陽能支架啦，再加太陽能板咁樣嘅，係啦，所以就咁樣嘅效果，亦都係好多客戶所中意。大家可以睇睇我身後咁樣一個現場我陣間都會放一啲片段俾大家睇睇安裝好或者安裝過程嘅一個畫面嘅咁可以見到啦。嗱，首先我哋嘅支架咧係一個馬長嘅設計馬長嘅設計，立柱係馬柱圍牆嘅，中間係冇任何嘅中柱，直到另一邊都係一個馬長嘅設計咁呢度長達差唔多9米嘅跨度可以實現一個超長跨度嘅，亦都係客戶非常之中意嘅一個效果嚟。咁接落嚟呢，我哋就會安裝我身後呢啲藍色包裝紙嘅一個隔熱板咁會將呢啲隔熱板呢，就全部呢，就鋪上我哋而家已經做好咗一個鋁合金嘅一個方通次梁之上鋪設落去，咁進行一個安裝，並且咧做好晒全面嘅防水，等啲膠完全乾透啦，再隔1日再去安裝我哋呢一個太陽能板嘅支架啦，同埋太陽能板上去，並且做好固定，然之後就可以通電去再接線做呢一個太陽能嗰個4寶我哋俗稱4寶嗰個太陽能發電系統嘅一個安裝啦咁支架嘅部分嘅第2日嘅流程同埋進度咧，大概就咁樣。大家好，今日係啱啱安裝完太陽能板嘅第1日，咁大家可以見到我身後嘅咧嗰啲4寶嘅設備啦無論係頭頂嘅太陽能板啦，其實都已經安裝完畢㗎啦咁我主要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咁喺早幾日咧就已經同大家分享咗我哋嘅太陽能嘅支架啦、隔熱板啦、太陽能板啦嘅安裝嘅流程。咁那麼安裝完呢啲嘢之後咧，咁其實就最後嗰日咧就安裝我手呢個位置嘅一個4寶嘅系統同埋一個不鏽鋼嘅電錶箱啦。咁呢間屋因為有塊玻璃比較特別，所以我哋就繞個玻璃就裝喺呢個位置嘅。呢個係將會到時候嗰個中電嘅上網電壓電錶嘅一個安裝嘅位置。佢係一個上網電壓電錶箱嚟嘅，不鏽鋼嘅外箱嚟嘅咁成套嘅4寶系統咧，一般就係咁樣嘅一個配套。咁同埋咧，與此同時咧，喺頭頂呢啲咁樣嘅 LED 嘅防水光管啦，LED 嘅防水光管啦，同埋一啲嘅插蘇啦，呢啲咁樣嘅插蘇啦，其實我已經為大家去裝好咗㗎啦
嚇。咁其實成套嘢搞掂晒，咁睇下大家今日朝睇下嗰個環境，其實係好乾淨嘅嚇，好乾淨，好企理。咁大家就知啊，其實我哋嘅師傅，我哋嘅安裝團隊就已經清咗場、離咗場㗎啦。咁即係話咧，呢一套太陽能嘅系統咧就已經安裝完畢，暫時。咁接落嚟下一個階段咧，就係由我哋公司去同中電去提交一個員工嘅報告、檢測嘅報告，然之後中電嘅工程師就會去排期，跟住再上門同我哋預約一個檢測。若果對呢套系統檢測冇問題之後，咁佢哋就會安裝一個上網電壓電錶喺我身後呢個位置。咁我哋嘅客戶咧就可以正式享受呢一個上網電壓嘅收益㗎啦。咁成個村屋屋頂安裝一個標準嘅太陽能嘅系統，大概嘅流程就係咁多。希望我今次嘅分享咧，可以令大家咧了解更多關於我哋村屋太陽能嘅安裝嘅一啲資訊啦。咁如果你嘅天台單位都希望安裝咁樣套太陽能嘅系統嘅話，請記得聯繫我，我係元能光火 Ken，我哋下一次再見，拜拜。